过来南投灯会，来自四川的东牛会场，来1万多人看表演，是甲会场钱甲塌甜。有袂少人钱袂入去，竟然爬起伫会场外2公尺悬的路树顶，也阁有人搬来2、3公尺悬的马腿，架伫会场的外口爬腿起嚟看，边仔拢无安全的防护，互人看到是流凊汗，那是一个当下恐惊到会栽落地。 四川的东龙会场的表演真震撼。会场团队第3摆接受邀请参加南投灯会精彩演出，逐场都爆满。会场外口有袂少民众钱袂入去，佫想要看表演，有人爬起将近2公尺悬的路树，伫树仔顶咧看，完全无安全的装备，也有人搬2、3公尺悬的腿，踩伫人行道顶面，就爬起看表演，哪看哪翕。看到这张照片，就会觉得。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一棵树这样子踩太差呢？会场内有民众出动，空中的摄影机想要翕到精彩的会场表演，也过无申请影响表演，佫因为安尼暂停。空拍机请现在立即停止并且下降。空拍机这2天我们观察了数量也蛮多的哈。那如果说操作不当那坠落的话，也会造成我们这个观众的一个受伤哈。 为着要看会场表演，民众违规出动空中的摄影机、爬树啊、爬腿，冒着生命危险伫看表演。南投县政府讲会加派人力去巡逻，若发现就会随阻止。